啊，啊你迄物件小检查一下，看有漏高啥无？拢检查好啊啦，拢有查。哦哦，阿丽啊，阿景，鸡汤即要炖好啊吼，啊等下食一碗再走。鸡汤哦，哎呦，我想要食哦妈炖的鸡汤啦。阿母啊，这林小姐哦，若真正参像批内底所写的吼，会甲厝内吼清洁做好的，会有效你哦。以后吼，你就免遐辛苦啊，免遐洗衫煮饭啊。你即摆去，毋是替阿母找一个洗衫煮饭的呢？你是要去找一个愿意缀你一世人、愿意照顾你的人呢？对啊，毋若讲愿意照顾你，伊妈真心对你好，毋才会用的啊。其实哦，有介意我无介意我无重要啦，上重要的是有效你无。哎呦，你哦有够固执的啦！你敢讲就袂当换一个角度来想看卖啊？假使讲这林小姐若有影介意你，嘿，伊看你对阿母遮尔友好，伊绝对吼嘛甲你共款，会甲阿母友好啊。阿美讲了有理啦，恁两个介意上好啦。伊只要甲你有缘，就是甲阿母有缘啦。伯母，你好，陈先生跟他姐姐来了。伯母你好。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对。小燕啊，陈先他们来喽。妈，我来。陈先生、陈小姐，你们好，请喝茶。妈，您身体不舒服，我带您进去休息。我跟陈先聊聊。陈先，我就小燕这一个女儿没有嫁，因为她实在太乖了，我实在舍不得。小燕不像您书读的这么多，希望您不要气嫌。妈，您就别说了，陈先生要待好多天呢，您先歇着吧，明儿个再聊。是啊，伯母，明天还会再来，你就先休息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你们聊，你们聊。林小姐幸福够的啦，啊心肝善良，搁友好是大人，应该有符合你的要求啦吼。来哦，鱼啊，也免钱的鱼啊，来哦你。来，牛，牛，牛，来，牛，喂，哦，我娘喂，你娘伫遮啦？哎母啊，我搁掠遐老树兰啊呢，啊你点啊？你起笑哦，互人看中笑死啦！啊，阿峰嘛，是啥物代志少？啊，就你啦，掠遐内底，互你安尼点遐戆神坐，甲你画红印，啊，我毋则挑点遐你人你有还魂啦。哦，秋兰啊，啊你有心事哦？你是想讲阿景啊，去找迄个大陆婆啊，啥无顺时是哦？哈？无啦，昨暝又打电话转来，讲一切拢真顺利啦。安尼真好啊！伊较歹去，若搁娶某，你做老母的吼，应该是欢喜才对啊。对啊。安尼搁戆神。我本来嘛就是讲我会真欢喜，减一件心事，不过毋知安怎，我袂晓讲啊。规个人心肝头蛮糟糟，足无精神的。哎哟，我知啦，秋兰啦，你想讲哦，阿景啊某若娶来了后，伊的心目中只干那迄个某，啊，就无你这老母的存在，对无？所以啊，新妇都还袂娶入门的，啊，你就开始咧食醋。毋是安尼啦，
母啊，你即摆是你讲你家己的款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人啊长啦，好心多啦，我再毋敢娶某。搞囡仔，你搁看咧印出印字呀？对唔对嘛？是讲秋兰啊，我甲你讲，若是讲阿囝某娶了吼，对你不好，啊是讲对你无好，你就甲我讲，免惊，我吼会多多甲伊教死一个。嘿对，甲念水杯。念水杯，袂啦，阿囝也袂啦，啊若袂上介好啦，吼。对，然后你弟的啥人讲？没有，上好啦。来，伯母啊，你有什么条件啊？先讲清楚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条件，这个嫁女儿嘛，总是要聘金的。那么就20万台币吧。阿勇姐，莲花镜，小朋友叫做九头啊。好，这个好。阿景，你真正有敢讲，娶这个某水，福气啦！阿景，我著娶某啊，若无吼，就对你来台中敬一下。喂，哎呦，你是长辈哦，来忘记你的身份了。喂，亲爱的山地同胞，安真。开玩笑没用的哟。哎呀，用。不过他长得这样秀气，有没有办法替三五女儿做事呢？点点啦，啊，内底祝你放心，你无听阿景啊讲，伊是大都市边仔的庄稼所在大汉的。哦，啊，若大陆迄个所在出身的吼，大家嘛过来个奶茶哦。哟，啊唔敢若有咧。冇错。对啦，小叶吼，真好亲家，也真友好。你看。来，我来甲伊讲几句啊话，哈。站起来。两人到遮坐哦，我袂走吼。我安尼水当当哦。我甲你讲哦吼，以后啊，你都爱听恁大家的话，袂用甲忤逆哦。咱若阿景吼，都爱好好甲照顾你，啊，为当甲伊传宗接代，知影无？是。哎呦，少。阿景啊，你想甲改这台语就无讲会通啦。是。你的名台语是要安怎叫啊？是。阿峰嘛，你若搁问落去吼，伊应袂出来啦。阿景哦，干那教伊一句，就是是。哎呦，当迄那什么一句啦，迄一字那尔啦。他伊台语也唔捌啦吼，你哦国语哦淡薄仔捌啦尔，你恁大家是不是要安斗阵啦？哟，有啊，恁共烦恼遐多啦，人个翁个嫁某来，久来就晓讲啊你。干什么呀？吼，这是我听有。我嘛听有，误会啦，你毋是想安尼啦？小叶意思是讲吼，创啥啦？对啦，创啥？创啥？我拄仔明明就听伊讲，我你讲伊第一查者，这哪里才知？干，你搞错？什么？拜托诶，做一届讲话煞，莫吞嘴烂啦。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心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的情。
好香啊！不错，油油亮亮的，挺漂亮。哎呀，好浪费啊！这是涂脸的吧？啊，洗好澡啦？对呀。我把桌子擦一擦，待会就去洗衣服。衣服明天再洗嘛，不急啊。很干净，你在擦什么？啊，我刚刚看到梳妆台上有点灰尘，所以我把它擦一擦。不可能啊，我妈一定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不可能有灰尘的。啊，对不起。我妈很疼你，我跟她说啊，你很朴素，用不到这些东西，结果呢，她还是坚持买给你。我在乡下，除了照顾我妈妈，就是接近佛，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既然妈妈已经买了，就用吧，不然哦，又浪费钱，也辜负她的心意。这最大那一罐哈，可以用来卸妆，而且还可以拿来洗脸哦。洗脸？对呀，其他几瓶啊都是洗完脸用的。啊。来，有话告诉你。坐。我一定会面对这段婚姻，我也会好好对你，我更会珍惜我们之间彼此的缘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，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，而且也怕说了之后，你听了会不高兴。什么事？就是我来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妈妈咳到气喘发作，送进了医院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好了，已经出院了，现在在我哥哥家休养。可是医生说，他随时都有可能发作，万一不小心一口气喘不过来，人就走了。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能不想那么多呢？我总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嘛。所以，我就向观世音菩萨起了誓，说要再借2个礼拜，为我妈妈祈福。所以，我现在不能跟你一起。你会不会生我的气？我当然不会生你的气啊。谢谢你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休息吧。嗯。来，躺好。我去看前后门都关好了没有？我会认床，1个晚上都睡不好。才没有嘞，你忘了？我在借呢。哎呀，日子还有得熬，肯定很无趣。你得写信给我啊。他妈妈来了，我不说了。阿母，早上好。老早，你打电话给你妈妈。哎，是。啊，对不起。毛巾，毛巾啦！哎，来，你看看，我来就好啦。我会。啦。阿母，对不起。毛巾啦。阿母，安怎？啊，受伤啊！我给你包起来。我刚刚不小心打破杯子。你打破杯子，为什么我妈手被割破？我刚刚要收拾，阿母她不让我收拾，所以她自己割伤了手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你小可代志，
你哪有这种口气讲话啦？阿母啊，厝内工课叫伊做就好啊，哪着你做啊？你甲伊当做什么人？伊离开厝的遐尼远来嫁你，当然嘛想厝内底的人，你来对伊较有利。阿母是无介意你安尼甲伊讲话的态度。阿母，虽然伊听无咱讲的话，啊，不过伊会看会出来啊，你毋听我的话，伊是会学的。扫一下。无代志啊啦，你出来出去行行的。阿母，歇热吼，剩10几天尔啦。我想讲伫厝内陪你就好啊。出来做佚佗，以后阁有时间呢。我甲阿芬嘛约好啊啦，无时间陪你啦。我来去吼，小燕，你该出去行行的吼。妈说啊，叫我带你出去走走啊。你想去哪里？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要在家里洗衣服、扫地、做饭，等阿布回来吃，这样你高兴了吧？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。睡觉吧。怎么还不睡呀？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，哦，你忘了吗？你说斋戒2个礼拜了。尚吉，我怎么会忘呢？只不过明天你要回高雄，要早起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就继续斋戒了。我又没那么说，你干嘛不高兴啊？跟你说过讲话必要那个字吗？不要变成习惯，听起来很粗俗哎，你嫌我粗俗啊？小声一点啊，妈在睡觉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妈想要抱孙子。抱孙子？你妈想要抱孙子，要我帮忙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本姑娘不高兴，我没兴趣。你嫌我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嫌我肢体有缺陷？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你的手不方便是不是？你不会想要打我吧？